想接 job 賺外快，小心錢未賺到先賺個案底啊！香港 IT 人接 freelance 呢3條紅線絕對唔使得。第一，偷曲，千祈唔好貪方便，將正職公司嘅 library 或者 source code copy 喺私人 project 用。喺法律上，你在職期間寫嘅每一行曲版權都係屬於公司嘅，呢叫盜竊知識產權，後果可以好嚴重㗎。第二，盲目接單。接 job 之前有冇睇清楚僱傭合約嘅 non-compete 條款？如果你幫公司嘅競爭對手寫 app 或者做同一類業務，俾公司發現，唔單止炒魷魚，隨時告到你破產㗎。第三，亦係最容易中招嘅，公器私用，用公司 laptop 做 freelance， 借公司商法試嘢，甚至用公司 data 做測試，呢啲都有可能觸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採用電腦，係刑事罪行嚟㗎，隨時會坐監。記住，公私分明，設備分開，啲曲唔好立亂 copy and paste。想長做長有，即刻 save 低呢條片提醒自己啦。我係練馬師 Casper，follow我，同你分享更多香港 IT 嘅冇命避坑大法。